大家好，我是马头琴手和西格。今天是2023年10月14日，很高兴在 YouTube 平台上与大家见面。我想借这段视频向大家表达我的问候，并介绍一下我的 YouTube 个人频道。我收到很多的朋友咨询和提起。在海外的流媒体上，有些朋友借用我的视频、我的作品来传播马头琴的文化。希望大家在正规的渠道上能够看到我的个人作品。我今天正式的入驻了 YouTube 频道。我的频道的账号叫和西个麦隆火，就和西个马头琴的意思，这个英文拼写。所以呢，任何除了我的个人账号以外的任何引用我作品和肖像的频道，都不是我个人同意和个人授权的频道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内蒙古的音乐和原创作品，也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我音乐的喜爱，也谢谢大家来支持我的作品。也希望大家在以后我的 YouTube 作品上多多点赞，多多转发，再次感谢。